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7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143天，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43天，同時也是穆杰塔巴哈梅内尔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43天。但是就在这2天网上又開始傳開了穆杰塔巴的動向。到底怎麼回事呢？我們慢慢道來首先美國和伊朗之間的這個互相轟炸也是逐步在升級。這個起因呢，大家都知道了美國和伊朗簽訂了這個諒解備忘錄以後雙方在霍爾木茲海峽這兒總是發生摩擦，那最後小的摩擦導致這個逐漸升溫現在美軍對伊朗已經是連續9天進行轟炸，那伊朗反擊，對吧？這個沒毛病他轟炸這個周邊的中東這些玩意國的美軍基地，然後炸着炸着就炸到約旦去了，炸約旦就出事了在約旦有3名美軍士兵被炸死，所以說這個造成美軍人員傷亡，那這可是大事特朗普怒了特朗普很生氣，後果很嚴重。根據這個 CCTV 的報道最新消息，當地時間7月19日晚，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乘空中1號專機抵達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後，對媒體稱，為在中東地區國家身亡的3名美軍人員報仇，他也復仇你說特朗普確實蠻不講理，你把人家這個領袖對吧給送走了，那麼多高官送走了，人家喊復仇還情有可原，對吧？炸死你幾個大頭兵，你也要復仇？難道你的大頭兵比人家領袖還珍貴嗎？所以這個朗子他理解不了所以特朗普他說美軍正對伊朗實施猛烈轟炸。特朗普再次稱，伊朗已遭受極其沉重的打擊，其軍事力量幾乎損失殆盡，他們還剩一些導彈、一些無人機，還有一點制造能力，但也所剩無幾。我們掌控着海峽，而他們如今什麼也控制不了，那還炸死了幾個美軍士兵，那這個怎麼解釋呢？所以說這個朗子在這個停火期間應該是得到了某些神秘力量的加持，而這個神秘力量應該就是正義聯盟的大哥迪保老人，也很有可能因為這個迪保老人的特使梅德韋傑夫跑去參加哈梅內伊的這個葬禮，已經在那兒拱火澆油了，放話。這個我們一再強調是吧？說伊朗人呢，你們手上雖然沒有核武器，但是霍爾木茲海峽比核武器還厲害，那個曼德海峽那就是熱核武器，那就是對吧？是氫彈。一頓拱火澆油之後這個革命衛隊朗子就強硬起來了，對吧？那顯然恐怕不只是拱火澆油那麼簡單，肯定也給了一些对吧？加持了一些神秘力量，要不然朗子怎麼還感覺有如神助是吧？比那個2月28號之後那個打擊反擊還要有效的多那個反擊是100多輪，對吧？真實承諾4嘛，那也沒炸死幾個人美軍第一階段士兵傷亡主要是13個人嘛，主要是誤擊他們自己打下來的加油機是吧？真正被朗子炸死的好像沒有很少是吧？這一下就炸死3個，而且這個美國中央司令部他已經確認了在約旦第3名美軍士兵的這個遺骸找到了，他們就是從那個非常難辨的那些就是那個現場發現了有遺骸，然後現在拿去做這個 DNA 檢測，應該就是第3名美軍士兵的，那說明炸得非常慘烈美國中央司令部更新新一輪這個美伊衝突期間美軍陣亡情況，在約旦基地的導彈襲擊造成1名美軍士兵失蹤後，現場發現了一具不明身份的屍體，正在查驗其是否為失蹤的美軍士兵。而且這個美軍也挺那個的挺點兒背的駐伊拉克北部美軍部隊的1名士兵因控制引爆一架伊朗自殺式無人機的未爆彈，就是未爆彈頭，就是那個處理這種險情是吧？而陣亡。另一名士兵在此事件中負傷，那這個戰也得算到伊朗人頭上。那現在就是已經死了4名美軍士兵了，那就是自從這個美伊
諒解備忘錄簽署以後啊，那這個特朗普是很難交代的啊，這個面子掛不住啊。不過特朗普一再強調啊，美方當前的核心行動目標是徹底消除伊朗擁有核導彈的任何可能，並強調美方正全力阻止該局面的發生。那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消息啊，美軍已於上一輪空襲中啊，針對伊朗發動這個新的空襲啊，這是連續第9晚採取此類行動。伊朗主要產油區胡奇斯坦省的馬赫沙赫爾港以及大不黎士恰巴爾港、霍拉馬巴德港、西斯坦和科纳拉克等地幾乎同時傳出了爆炸聲，這是自停火以來大不黎士首次遭到打擊。還有消息確認啊，美軍打擊了伊朗叫達爾霍溫核電站工地。根據法爾斯通讯社報道，美國於當地時間凌晨3點39分左右向伊朗胡奇斯坦省的達爾霍溫核電站建設現場發射了多枚導彈。在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的霍梅尼港特別經濟區附近，也就是波斯灣沿岸啊，一套伊朗地對空導彈系統被美國空襲後燃起大火。伊朗媒體7月19日報道，伊朗西南部石油重鎮阿巴丹市傳出爆炸聲。伊朗方面確認，阿巴丹市郊區當天遭到美軍導彈襲擊，目前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據了解，阿巴丹是伊朗重要的工業城市，多家煉油廠聚集於此。那也就是說啊，美軍現在開始炸這個伊朗的核電廠，這雖然是在建工程啊，然後炸煉油廠，炸它的港口，所以打擊啊是在升級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負責首都德黑蘭及周邊地區絕對安全的最高核心安全與軍事指揮機構叫薩爾阿拉指揮部，或者叫復仇者指揮部，已經被揚了，燃起了大火啊！美軍的導彈啊直接命中。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說法啊，在連續9晚的打擊伊朗境內目標中，包括116座可能用於操控無人機的電信塔。這個特朗普震怒之後啊，後果很嚴重。根據華盛頓郵報啊援引美國官員的消息稱，五角大樓正為與伊朗更大規模的戰爭做準備，並增加了部署到中東地區的軍用飛機數量。該官員表示啊，任何美國行動擴大都將受到制約，原因在於美國擁有防空武器和遠程彈藥儲備正在減少。此外，由於戰損，美國軍隊向中東地區增派更多兵力和飛機的能力也在受限制。該官員說啊，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安全的維持行動，而且我不認為白宮意識到了這一點。華盛頓郵報還說啊，在更多美軍死亡之後啊，美國瀕臨與伊朗爆發全面戰爭。有美國官員表示啊，美國正為更大範圍的戰爭做準備。隨着對平民和軍事設施的襲擊不斷升級，美伊兩國距離全面衝突更進一步。一位熟悉美國政府內部討論的官員表示啊，美國正在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做準備。他還補充說啊，五角大樓正在增加該地區的軍用飛機數量。除了美國裝備和彈藥庫遭受損失外，美國也未做好在伊朗境內開展地面行動的準備，而特朗普上周拒絕排除這種可能性，也就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啊，要加大對伊朗的打擊。針對美軍連續多晚對伊朗境內基礎設施發動軍事打擊，當地時間7月18日，伊朗首都德黑蘭民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強烈的譴責，並呼籲伊朗官方對美國採取強硬的反擊措施。伊朗的盤判們啊，還要求衛隊啊加大對美國的打擊。當然了，這個伊朗的衛隊啊也是不負眾望啊，繼續反擊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20日報道，當天伊朗已從該國西部叫洛雷斯坦省針對敵方目標進行了新一輪導彈發射。伊朗向海灣國家發射大量無人機和導彈，情報顯示導彈襲擊可能是巴林的首都麥納麥以及其他海灣國家。一枚彈道導彈擊中了靠近以色列南部的約旦叫亞克巴港，這個挨着以色列啊，伊朗人的導彈打到這兒了，是挑釁嗎？不知道以色列人能不能忍呢？伊朗再次襲擊科威特發電廠以及海水淡化設施，迫使該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我們再看看這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什麼狀況啊？英國海事貿易行動組織報告，
一艘船只在阿曼叫庫木扎爾西北方向8海里處起火，起火的原因不明，那肯定是遭到狼子的打擊了，這有什麼好猜的呢？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19日報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發表聲明稱，4艘船只當天試圖沿不安全航線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其中2艘船只發生事故。聲明稱，數小時前，4艘違規船只在美國支持下關閉導航系統，並忽視革命衛隊海軍警告，試圖沿不安全航線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這個不安全是伊朗人造成的啊，革命衛隊造成的。本來它是安全的，對吧？不安全的就是他拿無人機和導彈打。那航線就是阿曼一側啊，南線。其中2艘船只因發生事故停在原地，另外2艘船只放棄通行。声明還稱，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權完全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線為安全通道。声明沒有說明這4艘船只的國籍。這個還是法爾斯通訊社19號說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一名消息人士透露，只要美國繼續其罪惡行徑，霍爾木茲海峽將保持關閉。該消息人士稱啊，目前沒有任何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任何穿越海峽的企圖都將遭到伊朗武裝部隊的打擊。按照伊朗的說法啊，目前沒有任何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但是啊，這個按美國的說法啊，那完全不一樣。美國能源部長賴特說啊，美軍將持續打擊伊朗，直到使命完成，霍爾木茲海峽運油量恢復2/3。這個賴特他說啊，總統的核心使命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削弱其恐嚇鄰國和威脅全球商貿的能力，因此這項任務會繼續下去，直到使命達成。賴特承認啊，原計劃4到6周的軍事行動實際進行了5周半，之後因試圖與伊朗達成石油流通協議而暫停，但伊朗不願意配合，美方已轉向強行確保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無論伊朗是否合作，他稱目前海峽運輸量略低於1400萬頭，衝突前的2/3，較3月份大幅回升，並駁斥海峽已停止通行的說法，指公開數據都不準確。他還表示啊，汽油價格比4年前拜登政府時期每加侖便宜$1，美方將繼續壓低油價。同時啊，根據央視新聞報道，美軍繼續執行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任務。當地時間7月19號，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啊，美軍正繼續執行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任務。約翰芬號導彈驅逐艦上的美國海軍官兵保持高度戒備。美軍中央司令部稱啊，截至7月19日，美軍已改變6艘商業船只的航向，並使其中1艘失去航行能力，以確保相關船只遵守封鎖要求。也就是把1艘船的這個發動機啊給它打壞了。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啊，在美國於6月中旬解除對伊朗港口的封鎖後，伊朗迅速出口了價值約60億美元的石油，差不多啊也就這麼多錢。約20艘油輪將石油運往亞洲，目前這些油輪位於馬來西亞以東的海域，他們很可能正駛往某大國。這些油輪啊，再也回不到伊朗的港口了，對吧？出去了就回不去了，被美軍封鎖了啊。至于這60億美元，什麼人能拿到錢，也打個問號啊。美軍對伊朗的封鎖啊，給伊朗造成了非常大的這個困難，50萬人受困。短短15日之內，美軍系統性摧毀或者徹底癱瘓了伊朗霍爾木茲干省首府叫阿巴斯港周邊交通基礎設施。美軍封鎖了這座伊朗南部大型港口城市，當地常住人口50萬人。該城扼守霍爾木茲海峽戰略要地，毗鄰波斯灣、阿曼灣，航道可直通印度洋。周邊臨近格什姆島、霍爾木茲島、拉爾克島等島嶼啊。這座城市原本依靠全國鐵路幹線與多條核心公路與伊朗本土連接，如今陸路通道已全部切斷。當地國際機場與大型海港的受損情況目前尚不明確。美軍甚至炸毀了連接這座港口城市的伊朗內陸的一條高速公路關鍵隧道，也就是這個阿巴斯港基本上已經被癱瘓了。實際上，美國這麼做啊，
都是在為出動這個地面部隊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在做準備啊。這個大家應該能看到啊，特朗普現在恐怕已經下定決心啊，要派地面部隊了，所以他前期做準備工作，準備工作就是實際上就簡單啊，就是炸掉這個港口城市啊，連接內地的這些鐵路、高速公路啊，還有其他公路，還有這個隧道，給你摧毀。這樣一摧毀之後啊，這個未來啊，如果美軍要發起登陸行動，那伊朗的這個後勤他就沒法跟得上，對吧？雖然啊，這個伊朗還可以通過空運投送部隊，但是這個也非常危險，容易遭到美軍的攔截，所以伊朗很難快速向南部海岸增派援軍。重型裝備無法經由山間小路轉運，你還有一些小路的吧，山上的，但是那些重型装備沒有辦法啊抵達這個阿巴斯，所以美國啊現在它是有計劃的在削弱伊朗陸軍的這種投送能力、支援能力。美國啊這個油價是漲了，但是伊朗呢？伊朗是開始缺油了啊！伊朗跟正义聯盟大哥一樣開始缺油，伊朗多地缺油。扎黑丹的居民為了加幾升汽油排隊數公里等候，打着打着石油產油大國沒油了，你說這叫什麼事？伊朗正在向南部港口增派裝甲車，說明伊朗也在防着啊美軍登陸。那美軍現在只要趁這個機會啊，就要打擊伊朗的這些地面部隊，先炸得七七八八的，他才登陸啊。我們再看看啊，這個以色列現在什麼態度？以軍總參謀長說啊，這個扎米爾19號啊，他說啊，以軍密切監測伊朗導彈發射活動，保持高度戒備，並已做好對伊朗恢復戰鬥的準備。扎米爾當天在一場軍事會議上說啊，以軍正密切關注伊朗局勢發展，當天監測到伊朗向約旦亞科巴地區發射導彈，以軍防空系統處於警戒狀態。扎米爾還說啊，以軍已做好立即恢復戰鬥的準備，也就是內塔尼亞胡啊，馬上也要加入了這個醫療行動中。他們對這個醫療方案呢，應該達成一致了啊。這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啊，對這個穆吉塔巴的醫療方案啊達成一致，就是先錘再說，先錘再大耳光。而且這個以色列的新聞媒體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員和一名美國安全官員的話透露，說美國已告知以色列，計劃在未來幾天內加大對伊朗的打擊力度。在以色列和美國之間持續進行的戰略對話中，雙方官員們討論了伊朗可能打破所有規則，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可能性。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很可能引發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反擊。當然呢，特朗普還是不希望以色列捲入啊，因為這樣的話，他好掌控啊，跟伊朗啊，是吧？什麼時候打，什麼時候談判。如果加入以色列之後呢，那確實就特朗普就不能，對吧？隨心所欲了。你想停火，以色列不同意。但是啊，我可以肯定啊，特朗普如果發動地面進攻的話，一定會讓以色列啊加入的，就是以色列要重新要打擊伊朗。以色列安全機構評估認為，伊朗正在為重啟對以戰爭做準備，說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隨時可能下令發動襲擊。而美國國務院向全中東地區發出旅行警告，稱形勢可能有不可預料之升級，所以这一場大戰啊一觸即發。而伊朗聲稱已告訴真主黨等盟友們，準備應對更大範圍的衝突。所以說雙方啊都已經做好準備。根據這個防線平台的消息來源和信息顯示，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正準備在紅海和曼德海峽水域啟動新一輪升級，並在亞丁灣和阿拉伯海打擊船只。報道稱，監測到胡塞武裝的動向，包括向西部和紅海沿岸地區以及該組織控制的也門中部地區轉移海軍武器、導彈和無人機發射平台。軍方和安全消息人士向防線平台透露，胡塞武裝已在西部高地部署了新武器啊，這也就是說，這個要跟印度的盤盘們，對吧？又是大水冲了羅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這怎麼弄呢？對吧？印度還有護航艦隊在亞丁灣呢，你這不是找事嗎？伊拉克的伊斯蘭抵抗組織表示啊，如果美國擴大對伊朗的敵對行動，他將直接介入衝突。該組織警告稱，他將以全力打擊伊拉克和中東地區所有美國利益的和軍事基地。
這是伊拉克的這個什葉派民兵組織啊，也跳出來威脅，這也可能是響應这個伊朗的號召啊。大哥發話了，那你不表示一下不合適啊？所以立馬跳出來啊，說你美國如果不停手的話啊，不收手不停手，那我們就要打你了。然後這個時候啊，這個伊拉克伊斯蘭這個民兵組織啊，還不忘聲明啊，立馬還補了一句，說最近幾天並沒有對美國基地發動任何襲擊，把自己還摘清楚了。你說到底是向美國宣戰還是向美國表白呢？這不知道啊。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啊，他說啊，你要美國再打，我可就要揍你了啊。但然後再說，哎，這幾天啊，你們被炸跟我沒關係啊，我可沒動手。冤有頭債有主是吧？你可別找我啊。我們再看看這個伊朗國內的內鬥啊，這個伊朗國內的內鬥可以說又到了一個新高度啊。什麼叫新高度呢？我們看這個媒體報道啊，這個鳳凰網啊，對吧？稍微正經一點的媒體啊，鳳凰網他說沙媒稱穆吉塔巴不在伊朗境內，穆吉塔巴在被推選為最高領袖後從未公開露面，其去向與健康狀況引發外界的廣泛猜測。沙特叫哈達斯電視台7月19日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稱啊，說穆吉塔巴不在伊朗境內。該消息人士表示，穆吉塔巴所發表的這些聲明由新任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瓦希迪以及革命衛隊其他成員代筆。穆吉塔巴當地時間7月18日發表一份聲明，指責美國總統特朗普違反以美諒解備忘錄，並強調如果戰事繼續升級，伊朗方面將做出強烈回應。穆吉塔巴在聲明中表示，大撒旦就是美國啊，一再違反以美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再次向所有人證明了美國總統的簽名是多麼的毫無價值，多麼不可信賴。穆吉塔巴在聲明中強調，美國正試圖挑起戰爭，並誓言美國將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和更大的恥辱。伊朗和抵抗中心已為美國準備了難忘的教訓。不久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布了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全新照片，並稱穆吉塔巴身體安然無恙，反駁敵對勢力不斷散播有關其健康狀況的不實猜測。按照這個沙特電視台援引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說，那所謂的穆吉塔巴的聲明全部是由衛隊操控的或者是叫什麼教招，應該叫教招是吧？穆吉塔巴現在是死是活，什麼狀況無從得知，甚至說他在國外。國外在哪裡呢？國外要麼是俄羅斯，還有哪個地方？要麼就是胡塞武裝控制區，就是也門也門有那麼一塊地方是胡塞控制，他還能去哪兒呢？我觉得如果他在俄羅斯那这個地堡那是要跟特朗普要對着幹呢，跟以色列也對着幹是吧？你把人家留在那兒，完了他們老子正在跟美國殺紅了眼。反正有一陣子傳言是吧？特朗普說這個穆吉塔巴是燒焦的植物人，有傳言說他在俄羅斯治病嘛，但是後來俄羅斯好像是否認了吧？我有印象，應該是否認了。那現在為什麼又傳這個呢？實際上我個人分析實際上這就是伊朗內鬥的一個表現形式。什麼叫內鬥呢？就是你穆吉塔巴你不是不出現嗎？你不是不出面嗎？對吧？你沒有聲音，沒有圖像，那好，那有人就利用這個做文章，對吧？一切否認，說這個穆吉塔巴所有什麼最高指示都是假的，都是那個衛隊對吧編造的。這個那誰會這麼說呢？放這樣的風呢，對吧？也就是說他所有的質疑說穆吉塔巴不在伊朗國內，对吧？也就是說穆吉塔巴這個他說不了話，是衛隊這個就是散布這種信息的，對誰有利呢？那肯定是对改革派有利。那我們就只能說對誰有利誰，對吧？散布這樣的信息，實際上就是改革派反擊。大家一定要記住了，這個尤其是老美跟伊朗把這個諒解備忘錄雙方都撕毀了，形式上就撕毀了嘛，雙方打了嘛，開打。那在伊朗國內，這個改革派是不是承擔着很大的壓力？你看，就是你要跟美國談，我說了不能談，對不对？你跟美國談是白談，談完這個還挨揍。你看現在挨揍了，美國人不講信譽，特朗普那個簽名1分錢不值，我們浪費感情跟他談判，那這個失敗責任是改革派，你得承擔。所以改革派承擔很大的壓力。那個佩泽西奇扬都跑去，对吧？跑到那個哈梅内伊的葬禮上，說自己要隨時準備上前線，就表明心態然後這些群眾是吧，要打那個阿拉格旗，
還有群眾呼喊讓那個卡利巴夫下台。现在是强硬派，自从那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之后，强硬派是得到了加强。正好特朗普又在轰炸伊朗，事实上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就是結束了。那所以說啊，你這改革派談判的這些東西，你給美國讓步，丟人現眼，對吧？出賣了伊朗的利益，所以改革派壓力非常大。那改革派的這就是作為改革派一個反擊，反擊什麼意思啊？說穆吉塔巴根本就不存在。在國外這一切啊，這麼號召要跟美國對着幹啊，要復仇，這都是革命衛隊在操縱。這麼一說，邏輯就順了吧？實際上是兩派之間鬥爭到了白熱化，反正都抓住了你穆吉塔巴，暫時不能出來說話，反正你沒法現身，那就大家各自解釋唄，對吧？你說這是啊漢獻帝的衣帶胄，我不承認，對吧？我說那玩意是你捏造的，不就這意思嗎？一捏造的，反正伊朗國內畢竟有人反對啊，有人是希望過日子，對不對？打來打去的日子都過不下去了，有盤吧，有強硬派，對吧？好，那個改革派的就是他在爭取啊力量，所以你看啊，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就說了啊，你看看他怎麼說的？他說開戰以後，就自從啊美國和伊朗開戰以後，他從未見過最高領袖穆杰塔巴。你說這就奇怪了啊。阿拉克齊作為這個外交方面的負責人，他都沒見過穆杰塔巴。然後這個阿拉克齊他就解釋啊，因為他害怕這個現在這伊朗國內都要清算，對吧？這些投降派，所以阿拉克齊他解釋，他怎麼解釋呢？他說為什麼要跟美國談判呢？是為了堵住美西方的嘴。怎麼堵住呢？他說我們進行了廣泛討論，關於我們是否應該恢復和美國談判。他說最終決定我們將進入談判。為什麼要談判呢？就是最終啊，商量來商量去，我們還是要跟美國談判。為什麼要談判？他說主要是為了證明我們已經用盡外交選項。我們啊不是不願意談判，我們已經談判了，而是談了沒有用，所以我們才打美國啊，以便以後沒有人就是外國美西方啊能說，要是你們談判了就不會有戰爭了，也就是把戰爭的責任到時候鍋不能由伊朗來背，就這意思。有點像俄羅斯和烏克蘭一樣的，雙方都積極說我們要談判，對吧？馬上就談，沒有一個說我不談，對吧？我就要打，都說要談，但是都不談，是吧？就這個意思啊。阿拉克齊解釋了啊，然後這還沒完，阿拉克齊又向媒體透露啊，這就有意思了啊。這個阿拉克齊在接受哪個媒體採訪，他就提了個疑問，這個疑問可是要命啊。阿拉克齊提出來一個疑問，他說啊，空襲當天就是2月28號啊，多場高層會議同時被精準打擊，內部滲漏遠超想象，就是伊朗國內的滲透啊遠超想象。他說什麼呢？他就2月28號那一天啊，不光是哈梅內伊那兒被打了，當天伊朗很多地方都在舉行高級會議，每一個會議室都遭到了以色列和美軍的打擊，同時打擊。阿拉克齊說啊，空襲當天上午9點半，德黑蘭至少有4場高層會議同時遭到襲擊，說情報部副部長會議啊、外交戰略委員會、國防會議和領袖辦公室這4場重大會議均被列為目標。他說這種同時性和精準掌握絕非巧合，表明對方對內部日程了如指掌，安全漏洞遠不止情報洩露，他們還能干擾我們的決策，引導輿論氛圍。他們明知領袖在辦公室，轉而鎖定旁邊指揮官會議及領袖兄弟所在樓宇，這說明滲漏層級沒那麼簡單。安全部隊正在追查，但災難已經發生。伊朗內部有內鬼，這是阿拉克齊說的啊，而且這個內鬼的級別還非常高。那這個他指向誰呢？這個人還沒死啊，應該呢死了還查什麼呢？那是誰啊？那不就是革命衛隊嗎？那不就是瓦西迪嗎？還能是誰啊？你想啊，伊朗這些穿西裝的啊，這什麼外長、總統沒什麼權利啊。衛隊在哪兒開會啊？什麼情報會議，這些總統都是不掌握的啊，外長也不掌握，也不知道，想洩露也洩露不了。還有國防會議，總統也參加不了，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吧，那邊哈梅內伊召開一個領袖召開一幫人開會，同時還有3個會長，這不情報的會議。還有一個是外交戰略委員會會議，這是外交戰略應該是那個什麼伊朗的最高安全委員會，對吧？召開的國防會議，那這些會議啊，
也就是阿拉格齊通過這些，實際上把這個改革派給摘乾淨。這玩意兒对吧？改革派想消滅也消不了啊，這個消滅的層級非常高。那是誰呢？那就是衛隊啊。所以你看啊，現在啊已經內鬥啊白熱化了，公開指責了，對不對？現在改革派指責你這強硬派裡面是你們有內奸，你們害死了領袖。現在搞了個假領袖在這兒假傳聖旨，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啊改革派在哈梅内伊開追悼會以後啊受到壓制之後現在的一個反擊。所以現在在開始對外透風啊，說哈梅内伊、穆吉塔巴啊，这现在不在伊朗，反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不对？你穆吉塔巴也不能自己出來辟謠。所以就是這個分析對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這個就說明了，清晰的表明伊朗國內內鬥已經白熱化。那麼在美國的這個高壓之下啊，未來在以色列要加入的話，那伊朗國內恐怕還是要發生比較大的一個動盪，譁變都有可能。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